根据人力银行上届新的统计，这6月网站顶头的工课数量有107万个，其中56万个专职的工课是欢迎拄出业的学生来应的，这寡数字也创下历史新高。人力银行就鼓励少年人爱加问清楚，也会当把这传统的面试变作是双向的对谈，劳资双方互相了解。摕履历表直接接受企业面试提问。今年毕业季，台湾虽然告别疫情，不过说来是无景气。4月份景气连续倒跌落来，代表较歹的拿定。伫人口老化加少子化影响，市场欠工的压力也是超悬。可能投10家，那可能会回应你的，可能就是有机会，可能是2、3家。自己现在有想要走顾问业，然后金融业有在考虑。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统计，6月份专站工作数107.8万个，其中有56.6万个专职职缺欢迎新鲜人，拢是创下历史新高。亲像大数、餐饮、服务、零售、电子软体、半导体，拢正欢迎新鲜人。疫后伫消费比较较济、较欢迎，也加 AI 较流行的情况下，也互3大欠工产业集中伫民生消费，也加电子通信这方面。劳动力的人口是逐年的在下降，我觉得住宿餐饮或者是其他企业的 HR， 在针对他们缺工这件事情上，他应该要有更开放多元的征才的策略。除了年轻人一定是我们要去争取的人才之外，其实中高龄比较资深的工作者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。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，你要对他有热情，有热情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学习、你的进步就会回馈到你身上。人力银行认为，大欠工的时代找无人已经是企业普遍的现象。今年少年人要就业其实无困难，困难是安怎找到一个介意而且愿意全力付出的理想工作。所以鼓励少年人加向企业提出问题，甲传统的企业对求职者单向提出问题的面试，调整做双方的面谈。除了会当互找头路的人更较了解企业，也是解决欠工压力其中的开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